Hello，大家好。鄧律師啊，有個朋友問我，佢而家得閒有人幫人即係代購啲名牌手袋咧，中間賺下啲飲茶錢。咁佢問我咧，使唔使交稅喎？OK， 幾特別喎呢個問題。咁咧就你早期有冇聽過咧？就有個12歲小朋友喺 Carousell 上邊咁啊開網店買賣，咁咧就被稅局追翻3年嘅商業登記費啊，同埋罰款喎。咁啊當時咧佢阿媽仲以為係騙案添啊，後來問翻稅局，知道原來係真嘅。咁咧事主聲稱咧喺入邊賣嘅全部二手嘢，夾埋都唔夠10單添。哦，咁其實自己公餘買下嘢交換二手物品，咁都要交稅㗎，同埋開公司啊？咁視乎情況啦，有啲情況係要，有啲情況唔使。咁咧就但要同稅局咧申請商業登記咧，就可能會安全啲啦。一般人咧係咪需要申請商業登記咧？係有視乎幾個情況嘅。第一個，我哋會睇下佢嘅行為咧係咪有心經營生意或者圖利啦。咁佢嘅行為係咪持續性啦？即係做咗幾耐啦？咁喺稅局眼中咧，就生意就冇分 full time 同 part time 嘅。咁亦都冇分個人定係公司。咁只要喺香港做生意賺錢咧，就要報稅同埋納稅啦。值得一提啊，稅局有權催翻你7年嘅稅款。咁尤其是大家開網店啊，喺 Facebook 啊、IG 啊，而家銷售咁方便咧，無論大家係認真做生意啊，定係玩玩下咧，都要留翻個記錄。咁攞翻個商業登記證，其實都唔係咁複雜嘅啫。係啊，其實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都會開網店啊，賣少少嘢咧，其實都要整翻個商業登記證嘅話咧，咁就多個成本噶咯喎。咁唔係話少於1萬蚊收入就唔使整噶啦咩？的確有人咁樣講嘅。唔係唔使商業登記，其實咧係可以申請豁免費用。咁喺商業登記到第18個月首次報稅嘅時候咧，如果你提供嘅服務賺取嘅利潤其實每個月咧係少於生意額係少於1萬蚊，提供非服務性嘅業務少於3萬蚊嘅話咧，其實網店嘅店主咧可以申請咧豁免繳交商業登記同埋徵費嘅。咁要申請豁免咧，其實填份表格交俾稅局就 OK 啦。咁我其實偶然都會攞啲唔啱用嘅家具用品啊，又賣翻出去啊咁樣。咁唔通我又要攞營業執照？咁好麻煩喎。咁又未必使嘅，因為你唔係做緊生意啊嘛。頭先都講過啦，有冇打算圖利咧？咁如果冇諗住係要賺錢作為呢樣嘢嘅咧，咁又唔使攞營業執照嘅。咁當然啦，最好就梗係唔好亂賣嘢啦。咁如果咧真係收到稅局追稅啦，咁點算呢？如果當事人唔認同稅局嘅講法嘅話咧，視乎情況咧，其實可以揾稅局傾下嘅。咁提出相關證據，證明自己唔符合需要進行商業登記嘅準則啦。如果比較嚴重嘅，咁梗係揾律師或者會計師幫手啦。任何人士違反香港法例第310條商業登記嘅條例第5條嘅話咧，冇商業登記證進入商業活動，其實可以被罰款同埋最多監禁1年㗎。哇，監禁咁嚴重啊！咁咧好啦，今日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睇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多謝大家。咁大家記得咧做生意咧都係要奉公守法嘅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